它这个位置是在海尾寮排水的一个下游哈。海尾寮排水没有整治之前，常常就是在安庄路这边呐哈，还有芝山店呐，然后整个朝皇宫这边整个都会淹水嘛哈。那陆陆续续在经过这几年的整治以后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朝皇宫这边已经没有再淹水了。那为什么没有淹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海尾寮排水的下游哈，把它渠道拓宽了，然后设置了2个抽水站，一个叫海环抽水站，另外一个叫海尾寮抽水站，好，就这2个抽水站设立完以后哈，那整个在下游这一部分呢，已经就很少有溢淹的情况。但是在中上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哈。那所以我们就想在13店啦然后安庄路啦，然后在总头寮新寮这边设一个抽水站。设置完以后呢，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整个一个滞洪池呢，再利用现有的渠道当做滞洪池来利用哈。这个完成了以后，对整个安南地区海尾寮排水淹水的情况会大幅的改善。鉴于去年呢凯米台风所下的急降雨，造成我们整个安南区部分地区的一些积淹水状况，我想安庄抽水站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安南区，特别是我们的海东里、原店里还有西新里特别是海尾寮排水这个水系的相关周围能够让大家更为安心。有这对海尾大排了过来渐渐的拢有差，尤其是迄个安庄路以前说安庄河，安庄路这条迄个这条还有清过了，东安路这条路含先有清过了，差不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特别在汛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安中抽水站的设置情形。目前为止已经完工了。在过去安中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还有这个海尾寮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其实这边不管是朝皇宫或者中间的地区，因为地势地洼的关系，每次台风或者短延时强降雨都会造成淹大水，那最高会及胸部所以说这个蛮严重的。那也因为设置了安中抽水站安中抽水站还有条抽水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1秒钟可以抽24 CMS， 就是24公吨。这样当闸门关闭以后，把这个内水然后抽到下游去，那这样子的话，让中间就不会淹水了所以说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占地1.6公顷的大港文化中心，是由着在地民间团体争取兴建的艺文场馆。自2018年底来完工，使用到现在嘛才5、6档左右。不过透过议员李中钦伫市政总质询所提供的影片，不但娃娃车行驶困难，而且还有怪声，质疑路面的铺面问题。另外，周边照明议员嘛烦恼上过头暗。既然做了那么多的照景灯，但是那个照景灯不知道是坏掉了，还是我们因为怕说它的亮度太亮，会造成居民的困扰。灯光的部分，事实上它的确有损坏，然后事实上我们也修了好几次。同仁他们其实有买那个太阳能的，我知道是什么时候去用的啊？太阳能灯大概放了2、3个礼拜了。2、3个礼拜。对对，那目前看起来，事实上太阳能灯到了一旦太阳下山夜间的时候，它的亮度虽然没有像沿途的路灯那么亮，但是它其实是有起到一个功用。环境湿地的问题，文化局长除了表示会进一步来改善，另外伫场馆的租用办法中，议员嘛质疑为何只有局长有租用的办法，其他的教室却无租用或者是借用的规定？对此，文化局长回应，因为教室是甲社区大学来签订管理的合约，伫116年进前，拢是由社区大学来管理。至于社区大学伫无上课的期间，是毋是会用来提供民众租用或者是活化？
文化局嘛表示，会搁再甲社区大厦进一步来沟通。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宜湾蔡友会的市政总执行，首先依照台南真侪小恶家的供电案，伫个无电业执照起来发电，是毋是有道理？要求市府依法爱来撤销违法供电案的兴办计划，若无将要来提告。对此，市府嘛回应，有异议的小恶家案，将等待司法的判决，才做伙来办理行政的处置。互议员感觉无法度为民来拄害，因此摕着保利龙的空心针来磕头，表示向着民众来谢罪。我磕无你看我到出山那的原因，我磕头了。除了供电的问题，另外伫个登记照户方面，议员甚至伫个议事厅来公布一段录音带，表示有登记的业者伫个司机员不足的状况，竟然要求司机爱互相来支援，而且佫查领司机员的年终。对此，社会局长嘛回应，针对登记业者，社会局依法拢有咧查核。恁永远配的车100台配300台可以。我录音的时间是113年才有77，伊讲我足清楚吼，咱偏乡的车无司机，因爱车驶去遐可以走永春的车，永春的车走超20日，迄个月底佮走北京。这个部分的调查呢是在进行当中。那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有违背的地方，逐一做过很多次应该要有的要求以及有些瑕不掩瑜的地方，我们也该罚也都罚了。不管是航空巴士，或者是登记照户的专车，伊只还要是一台车配一位司机。不过，伫个司机不足的状况，是毋是会用咧配车？加上民众时常叫无到车，到底是司机伤少，或者是放任业者？议员嘛希望相关单位爱来介入调查。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你也看咱这个乌鸡上，他这个干嘛点安尼浸水浸甲全部拢浸甲烂糊糊。议员谢淑凡依着去年凯米风台造成北门溪底寮部落积水严重，虽然期间市府伫个立中港小摆的灾后复建解决了外患，不过针对雨季来临，议员以真侪都市计划外的污水下水道。因为真济无资料，加上年久塌掉的，议员希望市府由着秘书长来组成相关的单位，彻底来清除。无恶唔知惊，一恶惊死人。我们的排水箱涵，我们淤积好严重。我们另外一个不管是我们的涵管，还是我们的排水箱涵，我们淤积的程度都达80公分以上诶，这是第三条，咱的下库的侧沟，我们的淤泥淤积了80公分，很足惜我们的清沟车马无法度处理诶。议员，我们会请这个相关单位的秘书长来邀集大家来处理，但是重点就是说，所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江涵淤积也不是1年淤积的哈，那如同你刚刚讲，可能是当年在本门乡，或甚至更这个以前台南县政府可能10几20年。除了地区的问题，另外伫个道路安全方面，议员依照171管道北门桥的部分，因为有部分的路基被流失，造成雨花外洒，甚至路顶歪起，路边去下吊顶，严重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对此，市府干部甲着水利等单位嘛将来会勘，希望找出下陷的原因，再过来做改善。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林店后壁里甲新产里交界竹塘路周边，因为地势较低，加上进前佮无雨水下水道系统，造成一落大雨就容易中水，今卖讲风台侵蚀。不过，当市府水利局争取前瞻甲市预算经费，总共投入1亿外来增建体干线涵箱以后，经过风台甲和大雨的考验，已经发挥效果，无传出任何灾情，互当地相当有感。在还未做这条下水道，迄个疏通的迄阵吼，
那落涨是即落雨，咱即摆即个时间点来到这，已经讲差不多伫水深差不多离30公分。啊，咱个德塘路吼，到闽南宫这条德塘路家吼，全部都积水，有时候需要迄个警方来封锁现场。啊，目前做这条了后，今日我前下早到上级来甲观察，全部都 OK。啊，感谢咱台南市政府啊，市长方面做吼，嘿对，感谢来咱做这条迄个排水系统，啊了，拄则即摆这厝吼，大家拢地个烦恼讲水会去引出来啊。这个工程最主要是说把这个德塘路的那个向涵往上延伸哈。另外道路的侧沟不够，那我们也把道路侧沟也把它做起来。这个做完以后哈，那改善的效果非常好。仁德区这边将近有6个小时，将近有130毫米的一个降雨量哈。那我们有去跟那个新田里后壁里那边去查看，发现了这个工程非常有效已经没有再发生这个积淹。虽然时间阶段捌拄到自来水甲天然气供线影响，不过伫水利局排除万难完成排水连接以后，市长委托嘛来关心肯定工程的效果，避免林德区民众搁受淹水痛苦。根据了解，保护的面积达到2.6公顷，大约保障20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百年风华的日式建筑旧岭食室，也就是原音料理，在真真音乐艺术中心规划寓教于乐的闯关园游会中，有加够俩，除了让亲子在园区共同度过欢乐休闲的假日，重头戏的幼儿表演，小小年纪就大秀打击节奏，都是启发幼儿发展基础。其中从儿童律动到现代街舞的快乐学习，更是博得满堂彩。看这些小朋友表演，然后都很厉害，然后小朋友就都很可爱啊，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就是有一些活动，像是可以拿爆米花，或是去体验一些像是那个拔萝卜之类，还可以拿到一些气球，我就觉得这很有趣。觉得真的办得很好，给小朋友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那很多小朋友也都很认真的表演。那参加之后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家小朋友也有机会这样子的表演参加。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展现幼儿的学习成果，在家长的全力支持，更将园游会所得47000元全数捐给台南市社会局，作为独居老人照护之用，期待抛砖引玉，一起守护独老。就是达到的费用可以捐给弱势老人，然后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可以有爱心。很开心也很感谢。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园游会票券呢售出了40多份，那所以我们把47000块全数捐出。那园游会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独居的失智长辈。幼儿的音乐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是提升音乐素养。至于从中灌输学童行公益、好怜悯，为守护弱势找到生存的平等，更是中心不变的初衷。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顾客上门选购2个美味传统大饼，这间位在大园闹区的糕饼铺已经经营超过40年。架上除了美味的西点，还有古早味酥饼，而最特别的是近乎失传的传统椪饼。这有一些老一辈的他以前曾吃过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它这属于比较养生的，以前坐月子的人
的女孩子啊，听说了吃这个泡饼啊，对身体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沿着这种传统给它流传下来。这种东西现在以前的年轻的师傅他完全应该都不会做了啦。所以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还有保留的这种产品。以前是坐月子吃的补品，现在已经被其他食材取代。虽然销路并不好，但老板也不打算放弃，坚持延续传统，也获得老顾客的支持。知道的人他就会吃了。不知道年轻人，现在小孩子基本上他都不喜欢吃这种东西，这是我们这的老一辈子的50、60岁、60、70岁的年纪的，他就比较喜欢吃，有时候一次来就买的5、6包，他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买那么多开始他说我住很远的地方来买的，只有你们这家才有。除了延续古早味，老板也不断学习。桌上的奶油酥饼可是远赴大甲向师傅学习而来，尤其是这盒竹堑饼，经过细心改良，风味甚至远胜过新竹在地产制。新竹的竹展饼是一样的啦，但是我们稍微有给它改良因为新竹的竹展饼比较油偏甜，我们就给它改良少油少糖。香味还给它保持原来的香味，这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已经年近70岁的老板许时维有感于传统糕饼敌不过时代变迁，虽然将棒子传给了第2代，但仍旧增添创意。冰箱里的美味蛋糕，个个充满美味色泽，还曾获得母亲节蛋糕创意奖，以及荣获台湾100大糕饼伴手礼的殊荣。我们要符合新潮流嘛，现在的年轻人他喜欢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造型。你比如说生日蛋糕的话，你以前都是一般的奶油，我们现在都是给它多元化。对，老的产品要保留，新的产品我们要开发。端出最新研发的水果宝盒，覆盖在奶酪上的草莓，鲜红的色泽就像宝石闪闪发光，还有金黄芒果，都让人好想吃一口。我已经65岁了，所以还在学新的东西这样。现在一般说交给第2代比较多了，我们就是给他监督一下。坚持老的产品要保留，新的口味要开发，翻转世代的创新观念，让这间老字号糕饼铺持续屹立在商圈里。记者赖伟一屯报道。自分たちの生活の中から外の自然を見た時の感覚。运用鲜艳亚克力颜料，创造出巨幅的画作。作品充满童趣的人物角色，还有森林意象和自然主题，令人印象深刻。像是我们去到自然环境当中，你可以想象到的感觉，你人到森林里面，跟自然环境中可能一起玩耍共舞的样子。然后第2件，它有一个窗隔着，有点像是我们离开了一点点距离，在看自然环境的那个就是距离的感觉。日本当代艺术家平子雄一首度来台举办大型个展《超越理想的风景》，4月8号在基隆美术馆重磅登场。展览汇集了他近20件代表作品，完整呈现他的艺术风格演变及深层的思考。作品中拥有海洋、山林和城镇风貌，刚好和基隆城市相呼应。人类在书写记录的时候，就是用木简，对不对？就是用木头做成的简书来做记录的。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文化能够发展下来，都是透过记录这样子的一个办法来流传的。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环境、没有树木的话，我觉得人类的文化也没有办法发展到目前。这次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的立体装置、雕塑和绘画，呈现自然和城市的交织。本身也会作画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平子老师的作品用色大胆，呈现和谐的画风，相当敬佩。他每一个画之间的每一个东西表现都有对话，我觉得很困难是说，人要有很单纯。那刚才还有介绍了这个树跟书的关系，他把原先的历史文化来源他一样放着。
能够源远流传，又能够做在当代艺术的佼佼者，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内心除了很单纯，还要有很丰厚的底蕴才可以做到的。非常谢谢萍子老师，他第一次的一个最大的个展在基隆美术馆举行，也希望基隆美术馆成为全台湾，因为他这个展览让大家注意到，关注到我们基隆的美术馆。在展览现场展出2座尺幅近4尺的巨型木雕作品，邀请观众探索城市纹理和自然环境的共生之道。其实用的一些材质都是非常的好，像我们后面这一座，它大概就是以桐木的一个材质。那大家不要看这样好像很简单，它其实高达300多公斤以上哦。那主要就是想要来去创造那样一个质感跟一个样貌，尤其像我们后面这2座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展品，它其实也代表基隆山海城的一个样貌，也希望从他的眼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山海城的一个港口的城市意象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民众不一样的感受。这里面他把。因为基本上是素人嘛，对，所以他把人的感觉再抽离了一些，更多的是大自然当中有太多更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它跟基隆这个展览不只是做萍子雄一它本身一个非常完整的个展，那同时其实也跟基隆在地的就是风景地景是有很强烈的连接的。市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再生和文化发展，邀请近年来在台湾艺术圈备受瞩目的日本当代年轻艺术家萍子雄一来到基隆举办大型个展，期望基隆能够成为艺术量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也让更多人看到基隆丰富的文化底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新北市致力推动智慧教室，继班班智慧电视达标后，新北市政府昨日于板桥区江翠国小举办 AI 电脑班班友 AI 教室新北先行记者会。市长侯友宜宣布再投入5亿元经费，逐年汰换全市班级电脑为 AI 电脑，打造全台最先进的智慧教室，让每位孩子都能轻松拥抱数位世界，快乐迎接 AI 时代。在这几年，新北市的教育不断的大翻转，我们投入了30亿元来建构整个智慧班班电视。另外，我们已经缩小城乡差距，让平板电脑生生都有，也要建构我们校园的光纤网络。所以这30亿等于在整个科技的基础教育上已经打下一个非常深厚的这个学习环境。那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正式宣布，我们要投入5亿元来打造 AI 电脑班班有 AI 教室新北行，希望借着整个 AI 的电脑来建构一个生态的教育圈。记者会上也模拟智慧教室现场，师生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一键推播资讯至智慧电视与学生平板，全面提升师生互动效率。现场后也与 AI 助教小通互动，体验线上点名、电子邀请卡及作业发送等多元教学情境，展现数位科技结合教学的无限可能。现场体验的师生也分享了学习的心得，其中永定国小校长吴彦德表示 ，AI 智慧教室可灵活运用平板、智慧电视与 AI 平台，有效提升老师教学及学生上课的效率。首先，我们要谢谢市府跟教育局都能够看见老师的一个需求，从触屏它安装了之后，让我们的教学跟我们的学习能够更多元、更方便。那呢 ，AI 电脑呢，班班都有呢，也会补足我们在 AI 教育呢最根本的一个拼图，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使用最新的这个 AI 科技，来让他们的教学更有成效，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江翠国小校长柯志贤则指出，现今学校从传统讲述教学转型为智慧化互动，让学生不再只是坐着听课，也能透过平板及教学软体及时分享想法，组织讨论内容。对于教室里面装设大屏的这件事，智慧教室这件事情，我觉得相信对老师的教学端一定有非常大的改变。其实从过去的传统的黑板跟萤幕，到目前的互动式的触屏，那老师在教学端更加的便利，对于在于选材或是在于上课的方式，应该有很多的不同。今天很感谢教育局
这几年在智慧教室的推动。那接下来，诚如我们刚市长跟局长他们都希望，在 AI 的部分能够一起能够结合这样的大屏，让那个亲师之间的沟通可以更加的没有障碍。江翠国小的学生张宇勋也分享，现在能够透过平板，大家可以主动回答问题，还能分组讨论、即时互动，让他感到非常方便。会直接传送到就是爸妈的手机上面，就他们工作忙的时候，只要打开手机看，就可以看到今天孩子发生了什么了。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方便。新北市教育局表示，新北市未来将加速全市班级电脑汰换计划，逐步于全市校园升级 AI 电脑，同时强化数位教学内容与沟通平台应用，期盼为孩子打造便捷有效与国际接轨的智慧校园学习环境。记者肖世宏新北场报道。色彩缤纷的徽章制作课程，看见中兴国小和新加坡的小朋友一起创作。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国民美食，希望那个新加坡人也会喜欢。I draw a bubble tea and a Taiwan flag and I draw football. 珍珠奶茶、台北101等台湾特色全都进入徽章中，还有小朋友选择灯笼和糖葫芦，每个人都专注地压制属于自己的纪念品。一开始孩子可能在言语上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互相交流，那透过艺术啊、美术的交流，可以互相分享文化。还有布袋戏的演出哦，新加坡学生们看得目不转睛。演出结束后，小朋友还能亲自体验操偶，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除了文化体验，新加坡学生也实际入班上课，观摩台湾小学的教学方式。新加坡和台湾的学习毕竟是不一样的，我想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学习的，教室是怎么样的。学到了什么？这一次来台湾呢，主要呢就是要文化交流、语文交流，然后最主要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些环境教育，这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希望我们可以跟台湾多多学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很欢迎我们新加坡的朋友来到我们台湾，那希望他来我们学校呢，能够享受到我们台湾学生的生活，希望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就是一家人。成功国中也参与这一次的交流活动，分享跨校合作推动国际教育的经验。我们跟中兴国小搭配的蛮长久，因为我们两个学校都是双语学校，从去年一起去美亚美的一个学校参访。我们6月11号到16号是中兴国小跟我们成功国中要到日本的我们的姐妹校，将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建立起国中、国小能够紧密的搭配，那一起迈向国际。我们刚开始是先从课程的方式开始，包含国际教育的国际文化学习、国际观念，到国中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全球议题的讨论，包含环境与永续等等。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合作，可以促进两校的一个双语教学的延续以及国际教育的延续。透过文化体验和课程交流，两国学童认识彼此的教育特色，更建立跨国友谊。这样的国际教育交流，为孩子们开启更宽广的世界视野。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
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